过年啊，爱传年菜，这代表昌盛的白枪。伫家己的当少，即马已经花到1公斤2500块。鱼市的头家讲，因为今年掠到的量无济，所以2500还阁无算贵咧。要我年啊，这价小可能会阁起去哩。想要买白枪的民众，伫鱼大头前问介绍，家己关当少鱼港边仔拍卖市场，愈晚过年是愈无闲。民众拢来到这找团圆饭要食的海产，其中代表好价值白枪，目前价小已经花到1公斤2500。年关近了，它会价钱会越高，往年都到3000多，现在是还在2500，还算平价。它平常的话，它就1公斤就大概1300、1400这样子，然后到过年的时候需求要变大，它价格就上去了。天大头家讲，虽然价小悬，无讲介俗。问的民众嘛是袂少，阁有人提早做文要爱。渔民就讲，知影即马白枪好价，也毋过会当掠到的量就是无济。即马最近较少呢，上济一工嘛是10-20只咧尔。啊，价小好都无好咧，资源一直少伊啊咧，会啊。啊无当然嘛，希望讲会当加掠一寡，即马1斤2-3千，会当趁一年终奖金。白枪因为昌盛的意义，所以过年这段时间买的人较侪。鱼市场嘛建议，其实这段时间阁有亲像乌枪、金枪这种鱼啊，价小阁比白枪较俗。民众若有预算的考虑，乌枪、金枪嘛是真好的选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